繼續是社會新聞，來看新北市新莊的雙鳳路，昨暝晚12點外傳出着槍聲，警察要甲一台可疑的小客車砸落來，結果對方是加速度逃走，警方約到一條死巷仔，駕駛看無路通走，竟然馬去想要來衝撞着警察，所以警察就開槍開6槍，隨後攻破這個車窗，車頂2個人，駕駛是胸坎仔着槍，若副駕駛是一個女子，伊的倒手骨折，送病醫了後，攏無生命危險。警察嘛，佇個車頂超出着毒品，鬆屍煙彈。好，停一下。原因要砸車，這台白色車全咧甲駛過油門站咧，想要走，警方趕緊呼叫支援，開始圍捕。轎車駛入無尾巷關境，前爬起來愛停車，想要到這個駕駛駛倒退，想要用弄的，警方趕緊開槍。下車！警用機車被弄倒在地，原因趕緊跳開，險險要弄到，隨背槍向臉仔甲車門開槍，才成功讓這台車停落來。代志發生佇半暝12點外，新北市新莊區的雙鳳路，警方發現這台轎車真可疑，要甲砸，因無對方趕緊要走，車一個駛入巷底，發現是無尾巷47歲這個駕駛姓周的查某人，駛倒退想要弄遠境，警方隨開6槍甲阻止，造成駕駛胸坎有着槍，副駕駛座這個姓高的女性倒手骨折，毛毫玻璃掛着傷，2人送去病院治療後，攏無生命危險。警方一個車發現伊車頂有依托米字的煙彈，車門過來槍指孔，隨後警方對現場甲車輛進行採證，嘛對駕駛進行驗尿，要調查講敢有食毒品。男子突然倒車加速衝撞員警，造成2輛警用機車損毀，並嚴重危及同仁及市民生命安全。員警立即依法使用警戒。半暝，警察甲歹徒咧走相約，本來真安靜的主題區有槍聲，互真濟鄉親攏着驚。加在無去傷着無辜鄉親，勇敢的員警嘛無着傷。